雄霸，今天我以剑作为战书，7天后必定来与你决战天下，夺回我无双城所失去的一切。不必追了。师傅，剑圣隐居已久，这次为了无双城重出江湖，听说剑圣剑法举世无双，尤其是圣灵剑法，无人能破。那就等着瞧吧。段浪，师伯，在这7天之内，你必须将老夫挑战雄霸的事公告武林，好让各路人马云集，看我打败雄霸。是。段浪，这几天大伯有点私事要办，暂时和你分手。师伯，小侄愿追随您左右，为您效劳。不必了，这几天你要小心为是，雄霸老奸巨猾，可能有所行动。哎，你们段家的祖传名剑火灵剑呢？南山巅上火灵烈，北海前身雪影寒。南山巅上火灵烈，我小时候曾听我先父说过，这不就是形容火灵剑的吗？不错，火灵剑乃举世名剑，数十年来有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它命丧黄泉。这么说，小侄如果拿到火灵剑，便可横扫天下喽。师伯，那小侄就在此与您拜别，往凌云窟取回火灵剑。7日之后，天下会见。哼，火灵剑，哼，我段浪终于可以独步武林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爹，孩儿今天回凌云窟，是想取回火灵剑，为我段家扬名武林，并为我义父报血海深仇。爹，凌云窟内有股神奇的魔力，今日入洞，生死未卜，还望爹在天之灵助孩儿一臂之力，顺利取得火灵剑，为我段家再掀风潮，扬名武林。爹，孩儿终于找到你了。爹，浪儿不孝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火灵剑。如果爹在天有灵，请助孩儿一臂之力吧。找到了，火灵剑，我找到了。爹，孩儿重拾火灵剑，孩儿一定让我们段家扬眉吐气。这
无名，我知道你不会那么容易死的。无名，今天是你爱妻的忌日，如果你没死，你一定会来祭拜的。我在这儿等你。我不会认输的。无名，我已悟出至高无上的剑22，快出来见我！埋在黄土堆里的是你亲人？阿弥陀佛，不是。那你为何来上香呢？悼念好友。好友？那你一定是无名的挚友了。无名现在何处？无名早已去世了。我不信。生命苦短，故有人造心事情，置身道外，自得其乐；也有人穷毕生心力，争名夺利，终了还是白骨埋荒中。施主，你又何苦等待一个已死之人来跟你决斗呢？老夫时日无多，无心再听佛门之学。福不可想尽，话不可说尽，规矩不可行尽。凡事太近，缘分势必早尽。呸！将我剑圣隐退半生，神人献上半点关怀，现在竟一无所有，我这余晖必定绽放最大光芒。剑若续尽，必会剑断人亡。老夫勇者无惧，岂会贪生怕死？施主，你知道吗？最大的勇气，并非不怕死亡，最大的勇气，其实在于后退。可惜，老夫已无后退之路。如果你还不说出真话，莫怪我手下无情。英雄剑，无名，你终于来了！我师母亲临之地，请勿骚扰。你是？晚辈剑臣，拜见两位前辈。剑臣，英雄剑怎么会在你手上？是小辈师父传下，刚才晚辈迫于无奈，致有冒犯，恳请前辈多多包涵。你是无名的传人？正是。哼，英雄剑只配当世奇才，无名既传剑给你，想必你的剑术修为已练至炉火纯青之境。不敢当。好，让老夫试试你的剑，莫名剑法有多少精良。晚辈得罪了。好。剑22决心绝命，剑圣何苦用这最后一式？势不可去心。剑22！前辈的剑22
的确是震古烁今，使晚辈终于明白了至高剑术无涯领域和博大精深。只可惜，老夫的剑22还是为你所破。其实，能破前辈的剑招，并非晚辈所能，而是家师的业招，名不经传，妙绝颠毫而已。不可能！老夫自从悟出剑22以来，除了刚才的一战，绝不可能预知。当年家师与前辈较技，已经感觉到剑22的变化有余未尽，必有剑23的创意。前辈，刚才若您使出剑23的话，晚辈必败无疑。哦，剑23？是的，家师曾经说过，剑23乃是天地间最可怕的剑法，它能够使一切生灵涂炭。不过这剑23的窍门变化，家师至今无法想象，因为这是非凡人所能够创造的剑招。哦，非凡人所能创的剑23，老夫终生陷于剑道，素以为剑22已达巅峰，无法再进，如今竟被这眼前少年一语道破。剑23呐，剑23，凭老夫超凡入圣的修为，可否悟出剑23呢？哎，前辈，你要去哪？我还有一个心愿未了。前辈请留步。不，没有时间了。前辈，我想有一个人，前辈非见不可。前辈请。阿弥陀佛。前辈请。无名，你果然还在人间。故人多年不见，快进来一叙。来，喝杯酒吧。老夫一生滴酒不沾。真是可惜，那你一生中一定错过不少东西。酒乃穿肠毒药，亦为剑道中人之大忌。英雄剑已传给剑臣，我手中已无剑。但老夫感到你本身就是一柄剑。唉，看来你的功力又大增了。就算是老夫再与你一战，还是必败无疑。剑在我心中已死，所以胜负我也不再记挂于胸。如今我清闲度日，自得其乐。想不到，曾经盛名一时、天下无敌的无名，竟看破红尘，自甘平淡。就是因为我盛名招妓，才导致爱妻被仇人所杀，结下不少的江湖恩怨。寻遍天下，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仇人所为。锋芒太露，江湖恩怨你来我往，何时了？所以我就决定撑死退隐江湖。死不是可以化解一切吗？既然借死不问江湖，那么为什么今天又要见我？我希望你不要与雄霸决战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。
既然借死不问江湖，那么为什么今天又要见我？我希望你不要与雄霸决战。为什么？20年前，我挫败武林各大门派，伤人无数。虽然可以扬名于世，但却遗憾终生。如今天下会一统江湖，虽然雄霸心狠手辣，但那至少可以让各大门派保持平静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他若败亡于你，江湖一定大乱，到时候群龙无首，生灵必遭涂炭。哈哈，这是天大的笑话！我杀雄霸乃是替天行道，怎么会带来武林浩劫？胡扯！但是为了无辜无数的生命，我希望你能三思。我知道你为了铲除雄霸，隐居冰洞，苦苦修炼近22-23年，就是想一战扬名。你将攻城万骨枯，只因你一己私欲，那苍生太无辜了。还有，刚刚我仔细观察你的气色，你寿元将近，就算你战赢雄霸，也要一死。你的生命就像这盏残灯，渐渐地走向黑暗与死亡。老夫与雄霸之战，究竟是否应该？我曾经拥有了一切，也毅然地放弃一切。剑圣，听我一句话，放下一切，自由自在。若不是为了剑，或许我只是庸碌过一生。唉，一切都是为了剑。唉，世人皆道平凡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一生日系苦追求，一死却埋泉下了。不可能！为了剑，我绝不言悔。你还是要去？无名，要救天下苍生，就得先杀我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两位，请勿接近寒舍。小兄弟，我们只想拿回我们的佩剑而已。哎，无名，难道你到了天剑的境界？剑父有云：形而上剑，旷古无人，万剑敬仰，奉若天神。老夫虽然人剑合一，始终是一柄剑，在天剑之前，也臣服失色。想不到，老夫有生之年还能一睹天剑神采，老天对我也不薄啊！剑圣，你走吧。走？难道你不怕我杀了雄霸？刚才我已察觉你的剑气变弱，如今你又妄动真气，剑气已尽。你说，你又用何去挫败雄霸？此去必死无疑。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。无论如何，此战势在必行。但为了天剑，我这柄残剑破例喝他一杯。
好珍重。多谢。布大哥，我爹临走的时候，不是再三的嘱咐你，不要妄使麒麟臂吗？否则的话，手臂在我手上，我要怎么使就怎么使，不许你操心。找我有什么事？啊，我找你回去吃饭。我不饿。布大哥，你这些天是怎么了？我说一句你才答一句，有的时候你甚至闷声不响，一整天不说一句话。是我哪儿得罪了你？还是我爹要你照顾我？你觉得我是个累赘呢？别瞎说了。那我哪儿不对劲了吗？我要离开这里。为什么？你不履行对我爹的承诺，你不管我了吗？啊？我和我爹掏心掏肺的对你，甚至不问你的姓名，不管你的来历，就毅然决然的把麒麟臂移植给你，还这样细心的照顾你。你现在说走就要走吗？你是不是看我一个人无亲无故的好欺负是不是？长得这么可爱，没想到竟然是个长舌。我没有说过要抛下你不管。是真的吗？你可以跟我一起走。去哪里？去见一个人，顺便带你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好啊好啊，我从出生到现在还从来没离开过余家村呢。那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。布大哥，你干嘛走那么快啊？哎，你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，到底是谁呀？一个我深爱的人。什么？那她长得很漂亮。是。那她也爱你？当然。我累了，我要休息一会儿。人家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要带我去见你心爱的人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哎，布大哥，布大哥！想让我自动离开你，没那么容易。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好热闹啊！布大哥啊，咱们要好好的看看好不好？哎，姑娘，买布啊？布大哥，你等等我啊！这块。胭脂首饰，胭脂首饰。哇，这些首饰好漂亮啊！哎，姑娘，来的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胭脂啊。胭脂，胭脂是用来干什么的？
哎，就是给姑娘涂在脸上，增加你的魅力呀。啊？哎，姑娘，不信你抹抹看，保证迷死人哦。真的？哎，那这个怎么涂啊？啊？姑娘你没用过？嗯。嘿，不就是用手一抹吗？然后均匀的涂在您的脸上。这样啊，真的能迷死人呐？嘿，我说啊，像您这样的姑娘，要抹上胭脂，那是迷死人呐，简直是倾国倾城呐。嗯。哎，我说姑娘，这可要2两银子哦。什么？2两银子？这也太贵了吧！这可是苏州上等的胭脂哎。什么上等胭脂？太贵了！告诉你，我不要。哎，姑娘，你把这胭脂挖了一大坨，这一盒你非买不可。哪有这么回事的？站住！主人走。哎，你想干什么啊？拿银子。没有。嘿，好哎，你耍赖呀你！走。走啊！放开我！走啊！你放开我！走啊你！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呀？走啊！我带你去衙门。走！放开他！布大哥！放开他！嘿，少管闲事儿，走开！我让他走。他买我的胭脂，他不给钱呢。是你让我涂的。你要多少银子？2两。好，随我来。你废话少说，要银子就跟我来。哼，算你今天走运啊！我说兄弟啊，上哪去拿银子啊？哎。步惊云，你有本事就能拿银子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布大哥，你不会真的给他2两银子吧？啊，布大哥。哎，布大哥。你没事涂什么胭脂？卖胭脂的说了，涂胭脂会更迷人。人家涂胭脂还不都是为了你？哎，老刘，你看，2天后剑圣和雄霸在天下会决一生死，谁能得胜？我看呐是剑圣，何以见得？听说雄霸练成3分归元气，这可不得了啊！是吗？反正有一场好戏可看了。哎，布大哥，你不喜欢我涂胭脂，人家以后不涂就是了嘛。我改变主意了。什么？我要改去另一个地方。那你不去见你的爱人啦？嗯。那好，那我们去哪儿啊？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我要去的地方太危险了，你不适合。这几天你先去镇上的洲际客栈投诉，之后我再找你。哎，布大哥！嘿，哈，冲！
说，在。师父，请吩咐。明天的事都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剑23呐，剑23，老夫一定要苦研出这一招非凡人所能创的剑23，打败雄霸，绽放出老夫终其一生最光辉灿烂的时刻。你好，你好，无双城到。庄堂主，无双城的人到了，怎么不见剑圣呢？对不起，我还得要招呼其他客人，你请便。请便。好。这个秦霜被步惊云夺了妻子，竟然仿若无事，指挥若定，他的容忍力真是超乎我的意料之外。雄霸一直对他委以重任，的确有他的独特之处。帮主到！是我要的明天，你爱过我就。决战时刻已到，为何剑圣原无踪影？稍安勿躁，以静制动，免得我们中了剑圣这个老贼扰乱心境之计。剑圣还没来，是不是出了什么岔？放心，剑圣武艺举世无双，不会有事的。那就好。纵有变故，我仍有最后一招。布大哥！我叫你不要跟，你偏不听，你就在这里等着。布大哥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妨碍你的，我真的。那我不管你了。布大哥，布大哥，你等等我啊！布大哥，布大哥，布大哥，等等我！姑娘，摔疼了吧？来，我扶你。不用，我才不要你扶呢。哎，姑娘，来，快起来。来，摔疼了吧？啊？谢谢你。啊，没什么。姑娘怎么会一个人处在这荒郊野地啊？老夫要支持下去。
我要让大家看看老夫惊世骇俗的剑术。老夫不能死去，我要在天下人面前战胜雄霸。各位，决战时刻已过，剑圣未到，况且天色已晚，老夫建议决战压后再说，请各位先休息。结束了。师父，各位，剑圣害怕我方神威，不敢赴战，有在场各大门派为证。无双城确实不战而败。在下以为这场决战胜负已分，所以无需再战。有劳各位酒后，雄霸来吧！追凶残，别动剑圣。布大哥，布大哥，是这位好心的公子带我来的。雄霸的命是我的，没有人可以比我抢先一步杀他。剑圣怎么会晕招云散？前辈，凡事不能强求，你安息吧。前辈，外边还有要事，稍后再安葬你。公子，姑娘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你快走吧。雄霸的命是我的，我要去阻止一场杀戮。师父，把段浪给我拿下！想抓本少爷没那么容易。火云剑。三分归元气。王边县臣拜见熊帮主。英雄剑，英雄剑怎么会在你的手中？
无名究竟是你什么人？无名，正是家师。此人年纪轻轻，身手气度如此不凡，难道曾霸绝武林的无名真的没死？你既是无名的传人，此来所谓何事？熊帮主，晚辈是奉家师之命，有个不情之请，还请熊帮主放过无双城人。无双城是天下会的死敌，你凭什么向我师父提出请求？再说，你的师父曾经残杀各大门派的掌门，你根本没有立场可以说话。哼，示众欺负一个后辈，简直贻笑天下。步惊云，你又长了手臂，怎么会？老天有眼，让我再生麒麟臂，取你狗命！麒麟臂。